每多人创业配备操到实现自家嘅梦想，不过对于到家庭来讲，创业是系为到一个人生的关。本单提做货运司机嘅王云丽，离业过后为操到照顾三名成人呢，家庭回到家乡，替托人凉堂卖披萨。而本单对传人乜嘅路唔晓喎，一步一步嘅学术语嘅专业，好皮亚替成人嘅顺风。本单贵简单平凡的披萨，也加甜美感动人的美食。第一面皮烘過토마토醬，韓國嫩的料同 cheese。王韻麗攞一粒對到長細細的薄餅，送入專業度，配出一粒香的披薩。也見開啲涼堂烘嘅度嘅油烘披薩店，其實係王爸爸本身嘅也飲食。那當時女兒也選擇了，我讓她選擇2選1，甜甜圈還是披薩，但是她選擇了披薩。那不瞞大家說，這2個東西，我爸我從來沒有做過，只有硬着頭皮自己去摸索。包括做披薩、擀麵皮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因為我們完全不會，是一個門外漢。你如何去做這個？你只能在一直用心，不斷的練習。今年38歲嘅王爸爸，本單係送果子嘅司機，數日做得為師傅開生活。唔過年人前佢哋演呢，我自家開始照顧3名成人嘅嘢責任。因為孩子沒有人顧，3個寶貝在成長，已經這個很慚愧的父親已經讓他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家，但是總不能沒有了媽媽，也總不能看不到爸爸吧？那我就毅然決然的就決定放下當時的工作，送貨，水果批發的送貨，然後回到我最熟悉的一個家鄉。然後想要從這邊重新來過，帶着3個娃，一起努力的活過來。電腦背做條路冇辦法照顧成人嘅夜生活的，本單佢對傳人樣係全唔曉得，做披薩佢咪係長條好意思嘅，係意思後生嘅世界啲工體做奶水嘅經驗，佢嘅配披薩嘅專業，一方面家庭披薩美食，未生嘅創業嘅本錢。在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只能去做水泥工，搬磚塊，一個磚塊搬到幾樓多少錢？有沒有？一個磚塊1塊錢、幾塊錢這樣搬，那就從中會看到師傅他們在砌磚牆，有沒有？對，然後就把那個記憶給找回來，然後不會的話再趕快打電話請教朋友，就是那個窯就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樣子，從一個雛形，從一個骨架，從1塊磚、一個水泥慢慢砌起來。就變現在這個看到了，有傳講家裡面的披薩說，口味很好啊，都很不錯啊，都是這樣子用什麼牛葉素啊，你就去烤出來的東西。啊，我想說，哎，今天沒上班，我就想說來這邊看看。帶等3名成人呢會重新出發冇按改，有世界音樂搶賣1紮披薩。堅強嘅佢無食指，更加強自家嘅手藝，和3人去開發無強用嘅口味，希望上下較多人注意。佢和老細世界接從式嘅糍粑餅落面團地杯，變出新嘅口味。嘗試如何把麻糬融入在披薩跟cheese裡面，然後進窯烤的感覺，其實失敗了好多次，也刮了好多次那個窯，因為它會黏住嘛。一次又一次的，人家說，也許是國父10次革命，有沒有才成功？很多的例子，但是我們比他們更多次。當下生人嘅嘢王爸爸喺啲點度補擺嘅體驗同沙隊營造親子做得互動嘅空間，佢為生人嘅付出每間同嘅付權嘅零沙接從來點度聽書。頭腦大家頭腦大學佢要慶祝嚇要錫生人嘅，我怎看到按感受，我怎過嚟聽書安尼，看頭看面安尼。
啊，一方面养了，佢看佢哋做生意去，佢哋烤披萨，即切菜去，啊，人下惡來，冇辦法來點餐啦，我就來天數安尼啦。現正係中年創業，又係頭一擺創業，佢咪參加嘅家父基金會嘅創業鋪頭，希望透過專業嘅顧問來聽數，生意會更來更好，提供生意嘅安心成長嘅環境。爸爸是一個蠻積極的、蠻正向的一個人，他不願意認輸啦，坦白說，所以他其實在我們在創業的課程裡面，訓練課程，爸爸都是使命必達，一定會到，對，那也會配合着就是中小企業的顧問。給他的一些建議，然後去做一些產品上的調整啦，或者說店面在經營上的一些調整。那爸爸在這一塊其實是，他蠻有自己的想法的。社工員的介入之後，會了解這個家庭，有些是可能在獎助學金，有些可能在醫療補助上面等等的，其實有很多資源可以透過公部門的申請，可以協助到這個家庭。夏威夷一個要 double cheese 嗎？還是要加厚餅皮？還沒有吃過對不對？而是對生意嘅熱愛，韓國人唔放棄嘅精神，王韻梨十萬克服人生嘅難關。過程雖然都艱辛，卻希望做得老生意嘅向下成長。大家看起來簡單嘅披薩，都有其濃沉嘅感情同基因。